三下六屯首届的艺术家王博之，以去年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主办的台北美术奖得到首奖，也作品过题拍同江中救救有关。王博之路下本单路是做农的，以研究也透过创作来探索农业生产同民生社会的关系。伊也把得奖的艺术计划按到500头雷蒙树，因为有500个民众打算赞出500个元。并成立雷蒙酒的品牌，并提香港铁来种500头的雷蒙树。2年过后苏醒，也得民众拿到一罐雷蒙酒。王博之用艺术的手法同香港铁复工，同时同一般的消费模式颠倒过来。美术馆展重度记下提为雷蒙树，顺后还有作灯，本人坐下来看东西，也是艺术家王博之的作品《500头雷蒙树》，并是拿到2023台北美术奖头名的作品。这个计划其实主要是想要靠着那个美术馆的资源跟民众的力量去建立一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它会有2个主要生产的东西，一个是柠檬酒，一个是那个文字。对，就是我自己的书写的文字。王博之的500头雷蒙树计划，是想要创立一间雷蒙酒品牌，希望做得签到500个民众，每个人出500个元，种500头雷蒙树。2年过后顺利苏醒，韩国得到做好的雷蒙酒。王博之同文史田野调查，局酒也就看起来无相关的事情串联在胸下，我表态伊对农业长期的关心。我是先让民众，当他来看了展览之后，他认同这个理念概念，他可以先认购，一个像是一个虚拟的商品，就是一个酒标，然后这个酒标有，代表的就是我跟那个观众或者消费者一个契约，对，一个约定，然后它也是一种像艺术作品的版画的概念，它有版次，它像是一个作品，所以但是这个作品要在2年之后。可能才会被实践，最后观众可以把那个酒标贴上去，就完成了这个作品计划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柠檬酒，对。那先等它融化。顺后还有雷蒙酒吧台，王博之又会切雷蒙又会调酒，就会希望看下展览的观众做得啉到雷蒙酒酸酸甜甜的好美食。韩国会对这个作品的未来，韩国有具体的想象。其实它这种酸酸甜甜的，其实蛮容易入口的，而且它酒精浓度并不高，就是特别为了要让一般大众都能够适应，所以是刻意把酒精浓度大概降到大概10到12度左右这样子。那其实大部分人都还蛮喜欢的这样子。王博之看到桃园观音路步，韩国新竹新埔阿婆路卡的天橋，超無港中呢。韓國睇下到香港田的附近，都好就有雷蒙樹，告訴一路有為一個藝術計劃。这个是我大舅舅种的，那时候就都吃不完，所以才会想说也可以拿来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把它尝试着拿来酿酒。2013年的天明纪日，天时总算转好，大傍好天时，王博之同阿妹准備睇觀音路步香港的20年的天橋巷，過一擺工作。做天色前，準備好雷蒙酒、高脂囤花，睇天橋順後創業，希望豐收。請公公保佑，就是檸檬長得好。我們要開始讓那個
这边这个田这个土地重新开始耕种。普通的拜拜来讲，他比较年长的人啊，他不从事讲用板拜拜用板，但是给后上也想得到对这块土地就表示很感恩的意思了。这个是我们主要拿来酿酒的品种。两只爱乡下体田球巷两溪里所记好，爱种柠檬树，过一年内种下一条又一条的柠檬树用的。看到自家落下本单标预防的田球，过摆种的果树，两个人如情感通。欢喜的心欢喜心啊！因为想讲按假设20年了无老去各种东西是不用给安尼生错是感觉真大爽啦所以保持转来去感觉个田安大爽嘞安好的土地啦土质又这么好田又这么方正细细缝缝不用给生错真大爽，所以其实讲然后给重新来翻土。开始来的时候它都长满了草，然后这边也都是草，这边原本的晒谷场都是草。那从慢慢的开始除草，然后整地，然后到现在种植，我就看到那个改变，其实蛮高兴的，对啊，而且你是自己有参与这其中，然后慢慢看到这样子的变化，然后从原本荒芜到开始好像你可以有看到一个未来的可能性这样子，所以其实很高兴的。体客中农耕人家庭出世的王博之，其实无乜嘅做农嘅经验，不過以下透過藝術本休耕田過一擺復耕。事實上，愛講到也愛嚟參加一個計劃，意思係有在講到無後難。其實那時候花了蠻長時間在告訴大家說，這個計劃是什麼？這個檸檬酒的計劃，這也是一個藝術作品。那其實對於大家聽到來講，都會覺得藝術作品那跟農耕、那跟種檸檬、跟釀酒是什麼關係？其實到現在也還是在說服，也還是慢慢在就是傳達這個理念，然後也在說服說，希望找到更多人可以參與這個計劃。這樣。我們還沒輕講一頭栽進去會好像是說，你講投資報酬率很低嘛你沒懂少啊。但是就想講你後生人愛下一做無幾多屆嘛其自家有自家嘅事業去做當做一種學習你想也好啦。除了種檸檬，王博士還進行過多嘅田野調查，一篇寫故事。唔單止安尼，亦還想愛透過一個藝術計劃，改變本單嘅消費模式。有點想要顛倒那個，比如說那個購買跟銷售的那樣子的一個過程，對啊。然後以前我們都是先直接花錢購買商品嘛，那現在他購買的先是購買了一個精神、一個契約，然後他參與整個生產的過程、製造品牌建立的過程，對啊。然後他在這之中，他又可以有非常大量的文字的閱讀，因為他必須要，因為他花了錢去想要了解這樣子的過程，所以他也會有很大的文字閱讀。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傳達訊息的方式，這樣子也整個有點顛倒那原本消費的模式。透過藝術抒發，王博士專門處理農業生產同消費行為等問題。伊作品500頭檸檬樹，唔單止係藝術，還個係實踐。